若蔡总统看到韩市长塔公文的影片，讲会当看出到韩国瑜想要做好市长，但是刷来都甲酸咯。讲若要做好市长，还阁有3年的时间。另外，韩国瑜有发出着新闻稿，感谢美国甲战机卖予台湾。蔡总统嘛甲回呛，讲台湾6年来甲美国买武器，国民党总是安尼倒口正射。伊唔知影韩国瑜是用啥物款的身份来发这个声明。 2019亚太安全对话开幕式，总统蔡文亲身出席，为了区域的安全，美国总统川普批准对台 F-16V 的军售案。蔡总统表示感谢，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嘛真罕见，发出中英文版的新闻稿表示感谢。我是不清楚这个我们韩市长是用什么样的身份发这样的声明的哈，但是我们历来在有军购案的时候啊，这个国民党都对我们冷嘲热讽哈。当然了，我们也乐见就是说。 至少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采取一个正面的态度。韩国瑜的新闻稿敢若有献基英文版的强大才有和平这句话伫中文版无。蔡总统这是对着推特甲面册封锁，也是停权几10万的中国官方主队记者号甲北京安尼讲。说与其用假资讯来混淆这个香港人民的视听倒不如跟香港人民真正好好的、诚意的坐下来沟通，寻求一个解决的方案。我们的公文调出来，也是跟我一样高。面对总统大选的对手韩国瑜这段写讲立志要做全台湾上认真的市长的直播影片，蔡总统冇注意到。他说要把市长好好做好了哈，那既然要做好，他还有3年多来证明他有这个意思要把市长做好。 选前剩较无5个月 ，TVBS 民调中心的民调显示，蔡总统支持度头一摆超过韩国瑜，领先5个百分点。网络媒体公布民调，蔡文更加赢6个百分点。